你好，我係 Candy 啊，歡迎你喺呢一度同我一齊進行呼吸冥想。呢一個呼吸冥想有一個好特別嘅名，佢叫做重新呼吸法。從係從頭開始嘅從，生係生命嘅生。重新呼吸法係有意識咁用我哋嘅鼻呼吸，一吸一呼，中間係冇停頓。佢會引導你入去自己嘅潛意識，聆聽自己嘅內心，聽下自己嘅需要，睇下自己準備好去做一啲乜嘢嘅改變。開始嘅時候，請你揾一個舒適嘅座位坐低，或者瞓喺度，眯埋眼。我哋會做3個深呼吸。首先，我哋用鼻深深咁吸一啖氣，擘大口呼出嚟。第2個深呼吸，用鼻呼吸，呼出嚟。最後一個深呼吸，我哋喺呢一度停一陣，調整下你嘅注意力，感受一下你嘅身體，注意你內心能夠感覺到、感受到嘅嘢，留意任何一個感覺，任何喺你身體入邊嘅情緒。感受呼吸帶動氧氣喺你嘅身體入邊流動，呼吸帶動能量喺你嘅身體入邊流動。而家請你透過鼻吸鼻呼，慢慢咁做10個練習。我哋而家將會進行3輪嘅重新呼吸法，每一輪會有大概20個呼吸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請你聽住我嘅節奏。我哋開始，吸氣，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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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請你繼續跟住呢個節奏，呼吸餘下嗰10次。
次吸氣，忍住3、2、1，呼氣，忍住。當你忍住呼吸嘅時候，請你留意一下你嘅感覺，任何嘅感受可以正常呼吸啦。注意你身體嘅脈搏，內心嘅寧靜，身體嘅能量微妙嘅震動、回盪。我哋而家開始第2輪嘅呼吸，開始吸氣、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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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氣、呼。請你繼續餘下嗰10個呼吸。最後一個吸氣，忍住3、2、1，呼氣，忍住。注意你能夠感覺到嘅嘢，微妙嘅情緒，能量嘅轉變，你可以正常呼吸啦。注意你思想變得安靜，呢個空間你可以沉思一下。諗下一啲你想同自己講嘅說話，讚美，一啲愛同埋鼓勵嘅話。而家準備第3輪，亦都係最後1輪嘅呼吸。當你準備好，吸氣，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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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吸氣。呼，吸氣，呼，吸氣，呼。請你繼續剩低嗰10下呼吸。最後一個呼吸，忍住3、2、1，呼氣，忍住，感受你內心嘅平靜，注意你身體微妙嘅脈動，支撐住你身體嘅脊椎、盤骨。每一下嘅心跳可以返正常嘅呼吸啦。
你擺一隻手或者兩隻手喺你心口，我請你跟住我喺心入邊重複呢啲肯定句子。我知道我已經夠好，我知道我值得自己嘅愛，我選擇每一日都愛我自己，尤其係日子變得非常艱難嘅時候，我選擇畀自己更多嘅愛，我選擇成為我鍾意嘅自己，我知道我會過住美好嘅生活。我哋做最後一個深呼吸。今日嘅呼吸冥想已經完成啦，祝你有一個美好嘅一天。